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3章。后来约伯开喙，咒诅伊出世的日。约伯讲：愿我出世迄日消失，愿讲有怀孕查甫囝迄暝嘛消失。愿迄日变做黑暗，愿天顶的上帝无看顾伊，光嘛无照伊。愿黑暗甲死荫甲迄日触去，愿密云盖伫迄顶面，愿日头全息拍惊伊。愿迄暝互黑暗吞去，对年日删除，无藏伫月日内面。愿迄暝无人生囝，无听着欢喜的声。愿遐个念呼咒会晓呼唤海兽的起来咒诅迄日。愿启明星变做黑暗，所期待的天光袂出现，嘛看袂到清早的日光，因为伊无关目我的老母的子宫，滴到我的目睭，看到真侪患难。我哪会无伫胎年就死，哪会无出腹肚就断气？是安怎有脚头污甲我接，有恁互我输？若无，我已经安然过身，已经静静困去。甲地上为着家己重建荒废的宫殿的君王首领做伙得困。也是甲金银财宝满厝的王子做伙困。若无亲像流产就甲台的婴仔，亲像无见着光的胎儿，伫遐歹人袂阁扰乱，野善的人会得到安宁。伫遐受犯拢得到安息，袂阁听着夺工的声。无论大小贵贱，拢伫遐努力嘛脱离主人的管辖，得到自由。上帝是安怎赐光明互受苦的人？是安怎赐性命互心神痛苦的人？因爱要死，搁死袂去，找死比找藏地的宝贝较迫切。因一个找着坟墓就快乐，欢喜到袂固直。人的路已经互上帝炸地，走投无路，哪搁赐伊光明？我用吐气做饭食，大声吼，亲像做大水。我伫惊的竟然发生，所惊吓的偏偏临到。我无平安，无平静，无得到安息，只有灾难不断临到我。